我係5C班高以晴。我想參加聯小敬拜隊嘅原因係，因為上年我係敬拜隊成員之一，我好中意同大家一齊唱詩歌。雖然我唔係基督徒，但係我好中意同大家一齊聽同埋唱詩歌。如果可以成為隊員嘅話，更加有長期訓練，咁就唔會淨係好似親子福音晚會咁樣唱完之後做解散，有啲可惜。都係無言的讚頌。無言無語，亦無聲音可聽，神的大能卻在世上知曉，一頭無聲，又回歸於出處，神的恩惠又似日光普照，諸天述說主的榮耀，全倉全莊神的能力，每日每夜發出詩句，讚美全能上帝。